袋戏您一定看过很多，但是客语的布袋戏呢，在云林县2轮的廖文和布袋戏制作了客家英雄阿善师的故事。他以当地诏安客语发音。廖文和说，诏安客家话并不普遍，所以他这10多年来天天到学校教学，希望让孩子能够一次学到2种文化艺术。先练习一下。云林三和国小放学时间，学生们不是急着走，而是专注学习布袋戏。要有力道才好看吼，卡来。怎么样让布袋戏友在手中灵活操作？同学们仔细看，指导的老师是布袋戏大师廖文和。为了把布袋戏向下扎根，他天天来教学。内散出好叉，可以扣出牛下。是包模写字，的梦跑叉。布袋戏很常说的是闽南话，不过廖文和教学时还加入了诏安客家话，简单的俗谚当作台词，好记又易学。每天短短1个小时，学到2种在地文化。诏安客是目前全国最少的客家语言，所以必须要抢救，就是给他启发说表演布袋戏啊，讲客家话，所以他就愿意学了。诏安客布袋戏开始。诏安客家话口白演出诏安的故事，学生们已经能完整的呈现。廖文和不间断的耕耘10年，就是希望让母语在家乡变得普及。在家里也有多多少少也有学，来学校我教他在学，所以诏安客就会一直发展下去。回到自己的布袋戏团，不只专注为下一次的国内外演出而忙碌，这位大师还是时常醉心在客家文化。他把客家传奇人物阿善师搬上了布袋戏台。好人做好事，坏人做坏事，我是实力七康阿善师。传统的布袋戏多了创意和新鲜感，少见的客语布袋戏在精彩的演绎下生动有趣。布袋戏和诏安客家话2种客家文化艺术，廖文和用自己的方式发扬推广。阿善师的侠义正气用自己的语言诠释，布袋戏友的飞舞，台词的交锋，透过孩子的努力，客家本色走出云林，传递感动时刻。